如果你要提交水上活動團體訓練課程嘅抽籤申請，禁活動。禁水上活動團體訓練課程。禁任何課程類別，揀課程類別。禁任何年齡，揀年齡。禁任何水上活動中心，揀水上活動中心。如果課程有資歷要求，禁須符合的資歷要求右邊個掣。禁搜尋掣。睇到所有符合條件嘅水上活動團體訓練課程，揀一項訓練課程。禁申請。揀一個場地。揀日期。輸入參加人數。輸入聯絡電話。禁我將會參加這個比賽右邊個掣。禁你需要加入夥伴嗎？右邊個掣。從朋友列表中加入夥伴。禁繼續。都可以撳右邊個掣刪除嗰位夥伴。撳下一頁。閱讀並同意聲明。撳下一頁。預覽報名詳情。撳下一頁。申請已提交。